全世界头一个台语啦啦队养成实境节目《菜鸟啊 Nice Play》，伫这个拜六特别放送啊，对300位参赛者内面拍通关经10个出来，因拢是毋捌接触过啦啦队的菜鸟啊。这回来参加台语台新节目，哪学台语，哪学跳舞，也已经去到棒球场学演过来解咯。 10位啦啦队的菜鸟啊，凭家己攻打，有人无啥物会晓跳舞，到变做棒球啦啦队的成员，一步一步接近梦想。自细汉我就无学过跳舞，我拢是家己学的，所以较对袂着甲迄逐个其他人，所以家己较拍拼。 这是台语台的新节目《菜鸟啊 Nice Play》，就亲像韩国练习新共款，参加节目自头开始学，爱学2项物件，第一就是跳舞，第二就是台语，咸酸苦涩讲袂了。 无啦，我台语足烂的，你看节目你就知，就看着学业有写讲钱食饭免钱嘛，有所在通答。 有人参加是因为名册网，有人来参加是因为录节目有包食佮包大介省钱。尾仔成军的这10位真无简单，因是对300位的参赛者中过通关选出来的，10位内面也有1位唯一的男性。我自细汉就是向阿嬷讲台语，高雄人嘛，而且阿嬷拢就想要看到我伫电视顶悬表演，因为我以前是球员，参加这个节目会当互阿嬷看到。 这支啦啦队唔是干那运导游尔尔，是真正有2部7啦。节目也特别聘请3位啦啦队的前辈来做导师，有韩国啦啦队的蓝敏晶、乐天桃园的小晴和中信兄弟的西西来传授撇步，有教 pose 的要真心话话。因全部拢进步足多呢，顶届看起来若像因咧考试，今仔因台人看起来拢安尼哦，就闪亮亮的安尼。全世界头一支台语啦啦队新军养成的规个过程也录做节目，公司台语台菜鸟啊 Nice Play， 伫这个拜六暗时特别播出，因来邀请大家到阵来替这寡菜鸟啊加油。记者陈阿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